插头根部破损断开了，怎么给它修复好？比如这一根电源插头一时买不到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给它修复。首先给它剪断这个插头这个最外层这皮，这个皮子给它拨开，内部的两根电线是活线和零线，用打火机给它烧一下，烧出这个铜丝线。另一根插头线给它拨一下，同样的方法，打火机烧一烧，给它露出这个铜丝，两根铜丝对应的火线、零线给它拧到一起，缠上这个电工胶布，第二根拧上，然后再次缠上电工胶布，两根线给它单独的缠上电工胶布，做好这个急眼。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，我们把这个外皮给它包到一起，再次缠上电工胶布，给它缠牢固，看一下一根断了插头的这个电线完美修复了。